定下到遮多，亲像云为咱，照着放下逐好的重担，甲紧紧填破咱的罪，用吞忍来行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着自身看耶稣，就是做信的源头，甲正尾的。伊为着所安排伫伊头前的快乐，着无要紧忍辱，忍受十字架，打坐伫上帝的大边。各位姐，大家平安。真感谢主，当伫即个主的礼拜，当甲咱的兄弟姊妹来到主的圣殿，来学了咱的主，咱的上帝。咱即时我邀请咱的兄弟姊妹起立，当来离开你的座位，当甲咱的兄弟姊妹拍一个招呼，拍一个平安。来耶稣讲，耶稣听你，耶稣甲你送较甜咧，互伊拢得到主的恩宠，甲主的保守。每一只来常常喜乐，常常欢喜，来感谢咱的主。无论伫什么所在，拢用着一粒欢喜的心来感谢咱的上帝。要用这条歌来唱歌，来学咱的上帝，常常喜乐，也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洒中必欢呼作歌，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病人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坎坷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心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常常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洒中必欢呼作歌，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平安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坎坷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心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你们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坎坷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心永不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你们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坎坷的心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永不一路有耶稣陪伴。
主是我的高台，心永固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好，感谢主，让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给我们所在生活上面所要用的我们希望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在祷告，来到主的圣殿来感谢主我们再一次的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常常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祷告是有能力的。我们现在就开口，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还有我们开口，为了我们的生命，为了我们的生活向主你来祈求，我们就一起来开口，为了主你的为了我们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知道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帮助，我们要常常的来祷告，常常的来亲近主你。主谢谢你，我们再一次的向主你来祷告，求主你来保守翻转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翻转我们每个人的一切，我们要来向主你来祈求，因为我们知道祷告是有能力，祷告是有力量的，这样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向主你来祷告，一切都能翻转。谢谢主你你要垂听我们的祷告，垂听你孩子的祷告，垂听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姐妹的祷告，而我们祷告是要用心向自己来到主的面前，让主你来听到。谢谢主你，所以再一次的再一次的听你的祷告，让一切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耶稣，我听你，耶稣，你也这么啊听阮，多谢你，感谢你陪伴阮每一天，叫我时常来亲近你，你的话就要来充满我，你是阮一生的依靠，你是阮一生的盼望，求你来做我的牧者，你找照你的旨意，引带我一生的道路。耶稣听我知影，耶稣听我知影，耶稣听我知影，耶稣听风对的未来，心情啥人知？耶稣你听我，这事我知影。城市的路，谁人通我靠？耶稣你听我一生困我。耶稣。
耶稣听我知影。耶稣听我。是啦，耶稣听咱，耶稣是咱的救主，嘛是咱帮咱愿上帝也保守看顾咱，也真做上帝所要听迄个宝贝，好咱会当个真做主的倚靠，主的保守，互咱常常到主的面前来仰望着主我们知道上帝是听我们祷告的上帝只要我们祷告，我们祈求主的能力、主的大能就要降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要用祷告的力量来向主来显明，来向主你来恳求，求主再一次的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有主的同在。以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以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世界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向自己，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
当我们用祷告的力量来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知道祷告是有力量的。时间可以证明，因为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我们的主宰，做我们的盼望，做我们的救主，让我们一生当中来跟随主你。主啊，我们要再一次的在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也再一次的保守我们今天的主日礼拜，一切都得到主你的看顾。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用赞美欢喜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来领受主你的恩典，也将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头到尾都交托在主的面前。我们将祷告恭敬都在主的面前，我们将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字，阿们。请坐。这是咱来吟圣诗来阿罗上帝。圣诗52首，圣诗52首，荣光归伫天献俾上帝，荣光归伫献俾上帝，荣光归圣子上帝，荣光归伫圣神上帝，荣光归三位一体，荣光荣光荣光上帝，荣光教主万万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这是咱同心出声来宣读10条诫命，来警醒咱甲上帝的立约。第一诫，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第二诫，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无论天顶、地上、甲地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伊的像，毋通敬拜伊，也毋通服侍伊。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断断无用阮用别个上帝匹配我，怨恨我的，我归伫伊的罪，对爸到囝到3、4代，囝我守我诫命的，我施恩予伊直到1000代。第三诫，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滥散称伊的名的，
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第4届，着记得安息日守之做圣，6日内应该着磨做你一切的工，独第7日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安息。即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奴仆、女婢、精生，以及住伫你中间的出外人，一切的工拢毋通做，因为6日内耶稣创造天地甲其中的万物，第7日就煞。所以耶和华赐福伫安息日，设立伊做圣。第5届，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的地得着久长。第6届，毋通害死人。第7届，毋通行奸淫。第8届，毋通偷窃。第9届，毋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第10届，毋通贪你厝边的厝，也毋通贪你厝边的某、奴仆、女婢、牛，以及你厝边一切的所有的。这是咱三个阿头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感谢你，互阮伫这一个礼拜的日常生活当中，拢来得到平安甲喜乐。阮也感谢你来成做阮每一个人的保惠师，因为你总是无时无刻伫阮的身躯边，伫带领阮、引带阮，保守阮每一个人，无论阮拄着任何艰难的事情、烦恼、忧伤的问题。总是伫主的信仰上完全来得到安慰、透放。主阮知，主你的道路宽过阮的道路，主你的意念也宽过阮的意念。主你是圣洁的主，公义的神，求主你来光照阮，来洁净阮，来教示阮怎样为主你的福音见证，甲荣耀主的圣名来分别做圣。主你的宽仁无限，主你是掌权这个世界。主你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伫今主你的礼拜当中，阮众兄弟姊妹，阮拢伫你的主你的圣殿，阮要来起做祭坛，阮也要来献上阮上芳的祭，伫主你面前来学乐主，来敬拜主，也求主来保守阮逐人的心思意念。伫这现实的社会，阮软弱的心有时会迷失自我，求主你来赦免阮。伫阮伫暗静的时，阮所犯的罪过，也求主你来带领阮，来成就阮每一个人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互阮伫信仰上的道路，拢是照主你的旨意内面在行。求主来带领今主你的圣会，愿颂赞、阿乐、荣耀归伫天父上帝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免。请坐。这是咱来启用启文16篇，圣诗后壁面启文16篇。现着咱做伙来启用。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上帝啊，愿列邦阿乐你，愿万国快乐，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列邦。上帝啊，愿列邦阿乐你，地已经出土产。上帝要赐福阮。以上，即是咱来共读上帝话。上帝话，圣经记载伫马可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马可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
显着我来读上帝话安尼讲：过几啊日，耶稣搁入迦百农，人听见伊伫厝内，就侪人聚集，至到无空地，连门口也无。伊就讲道理互因听。有带一个变衰的来上近伊，是世人跟伊来，因为人多，袂话近我，就伫耶稣店的所在拆厝顶，互伊归空，就将变衰的倒伫坡仔堆落去。耶稣看见因的信，就甲变衰的讲：细囝，你会做赦免啦。有几啊个经学师坐伫遐，心内议论，讲：即个人怎样安尼讲啊？伊是抢权滥散，除上帝以外，是谁会赦免罪啊？耶稣心内念边知，因有即号的议论，就甲因讲：恁啥事伫心内议论遮个啊？甲变衰个讲：你会做赦啦？还是讲起来，掠你的坡仔来行，打落一项较快。独要互恁知，恁主伫地里有权通赦罪。就甲变衰的讲：我甲你讲，起来，掠你的坡仔，转去你的厝。12节，伊就起来，伫众人的面前，随时掠伊的坡仔出去。直到众人拢戆哑，归因讲上帝讲：阮将来袂捌看见安尼生。以上圣经读到遮，即时咱欢迎林牧师来证道。伊的题目是耶稣看见因的信。即位大家平安。今朝记的题目是耶稣看见因的信。耶稣看见因的信。脑筋急转弯，好一个吼。什么职业的人一定比大学学士更有学问？什么职业的人一定比大学学士较有学问？有答案无？无咱来看答案啦吼。所将啊哈，他是研究所的哈，所将哈，迄个拍手时哈，伊是研究所的哈。老张有毛病看医生，医生叫他看开一点，他是什么毛病呢？啊？我拄好听到答案哦，谁讲的？较大声的。我刚才有听到人讲斗鸡眼嘛哈，斗鸡眼的哈。所以伊爱看较开咧哈。好，咱今日讲就是耶稣看见因的信，耶稣看见因的信。主耶稣伊伫30岁出来传福音，是对伊的故乡拿撒勒开始传福音，传上帝国的福音。咱来看，这是以色列的地图哈。以色列这个国家，甲台湾差不多安尼长安尼吼。啊，伊的土地呢，嘛甲台湾差不多。比台湾较细一丝啊吼，啊你就知影讲，即个以色列是一个足细的国家吼，咱台湾已经足细啊，伊较比咱较细吼。啊，但是咱知影以色列百姓因是上帝的选民嘛吼，但是因后来离开上帝去拜偶像，哦啊无听上帝的教示吼，所以上帝嘛是刑罚因啦吼，就是伫主后70年。罗马帝国将以色列这个国家消灭吼，所以以色列是伫主后70年就消灭啦。啊，不过圣经有预言讲以色列要搁复国，啊，真正伫1948年吼，以色列搁复国，哇，这是真正大的神迹，因为将近2000年吼，搁会当复国，这是历史上毋捌发生的吼。
咱看见历史上，遐大诶帝国吼，巴比伦帝国，也是亚述帝国、罗马帝国，拢后来拢灭亡，但是拢无法度搁复国啊吼。只有以色列即个小小诶国家，竟然伫灭亡将近2000年，会通搁复国吼。所以这是圣经诶预言，上帝特别诶恩典吼，因为以色列百姓是上帝诶选民，上帝无弃杀因啦吼。但是伫1948年，以色列复国诶头一天，就开始发生即个中东战争吼。即个中东战争就是人讲以阿战争啦吼，就是以色列甲阿拉伯诶国家诶战争，因为阿拉伯诶这个国家拢反对以色列诶复国吼，所以因就要消灭即个以色列。但是呢，即个中东战争前后发生过5遍吼，但是呢，即个阿拉伯诶国家拢无法度消灭以色列，反倒拢去互以色列甲伊拍倒。吼，安尼你就知影讲，一个小小诶国家，竟然有法度拍赢遮个，遐有10几个哦吼。我甲算算，有15个阿拉伯诶即个国家，竟然以色列有法度拢甲因拍倒吼，所以这若毋是上帝出手，这是无可能诶代志啦吼。一个遮尔小诶国家，特别第3次诶即个中东战争吼，就是1967年诶时，称作6日战争吼，6日战争，就是以色列敢若用6日，就将这15个国家拢拍倒吼。哦，所以这是真正是，互人感觉讲不可思议啊，无可能诶代志。啊，毋过上帝若出手，就是有法度吼，因为上帝特别保守照顾以色列，这是伊诶选民啦吼。咱看即个以色列诶即个地图吼，迄个耶路撒冷真清楚嘛，伫中央即个所在吼，红红诶迄耶路撒冷。啊，北边哦，咱来注意看北边有一个加利利湖吼。咱今日要看的就是即个北边的即个加利利湖。即个加利利湖吼，这是迄个北边的地图吼，就是北边就叫做加利利省啦吼。加利利省就是伫即个加利利湖这附近的即个地区。啊，即个加利利湖伫圣经是称作加利利海，其实伊是一个湖吼，毋是一个海，但是圣经是称作加利利海。即个加利利海的附近有真侪的即个城市，吼，咱看见有拿撒勒，这就是耶稣的故乡，吼，耶稣细汉对遐大汉的所在。阁有加百隆，是加利利海附近上大的一个城市，也有一个伯赛大，嘛是大城市。阁有一个迦纳，吼，请问，伫圣经内面迦纳有发生什么代志？耶稣伫婚宴吼，用水变做酒吼，大家拢真清楚吼。昨暝咱有足侪人嘛去参加婚宴对无吼？但是昨的红酒足侪啦吼，无需要搁请耶稣来用水变酒吼。但是只有伫迦纳即个所在吼。伫路加福音第4章有记载讲，耶稣对伊的故乡拿撒勒开始传福音，伊伫迄个主日。就是来到伫圣殿，耶稣就起来，伫上讲台伫遐读迄个圣经，然后伫遐讲道。啊，毋过下底的会众拢无欢迎伊呢，你会感觉真奇怪。咱想讲耶稣若来咱教会讲道，大家嘛足欢迎的毋过竟然下底人拢无人欢迎伊，大家拢伫遐讲，即个耶稣毋是迄个目枪吗？伊的老爸约瑟嘛是一个目枪啊！即个耶稣伊也毋是啥物劣比，嘛毋是经学师，伊为什么伫讲台咧讲道？大家都真讨厌耶稣，甚至就将耶稣赶出会堂，搁甲伊赶出即个声外去吼，因为因感觉即个耶稣真呛悬吼，一个目枪竟然敢去咧讲台会讲道吼，
所以耶稣就甲因讲，先知伫本乡是无受欢迎吼，因为拿撒勒是伊的故乡嘛吼。啊，大家对细汉看伊大汉，就看伊即个囡仔就普普尔吼，也无啥物外交啊吼，安尼，所以就是耶稣讲，先知伫本乡是无受欢迎，所以耶稣就离开即个伊的故乡拿撒勒，来到伫加百农吼，迄个加百农是加利利上大的一个城市啦，所以伫遮人口上济，伫遮是伊传福音的即个中心点。所以耶稣伫加百农行真济神迹，伊有医治即个彼得的丈夫，也有医治一个被撞的奴仆，也有伫会堂赶鬼。耶稣也伫加百农伫遮呼召门徒来跟缀伊，有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甲马太。加百农伫加利利海的北边，是一个真大的城市。罗马政府伫遮设立即个税关，迄个马太就是税关处的处长，伊负责对百姓来收税。后来耶稣呼召马太，伊就离开迄个税关的处长，伊就成做耶稣的门徒。今仔日的圣经甲咱讲，马可福音2章记载，耶稣伫加百农的一间厝内。伫遐对侪人来传福音，有4个人光一个变碎的，就是迄个半身不遂的无法度起来，干那拢倒伫迄个坡仔，要来互耶稣医治，因为人真济，连迄门口拢塌掉咧，因无法度入去，因就想一个方法，就是爬去厝顶，甲迄个厝顶的厝遐拢拆开，然后将变碎的甲伊坠落去到耶稣的面前。马可2章5节伫遮记载讲，耶稣看见因的信，就甲变碎的讲：细囝，你的罪赦免啦。以前我咧牧会时，阮教会有一个少年的即个执事啦即个少年的执事，因兜是拜拜伊本来是迷信者，伊来信主嘛是真趣味啊。伊讲因兜拢拜拜若拜拜了，就爱食迄拜拜物件。伊讲伊食迄拜拜物件，有够歹食，迄味足歹啦，甚至食了腹肚疼的啦。伊就足无爱食迄拜拜物件。后来伊就家己来教会，伊来教会做礼拜来信耶稣。伊转去就甲因爸母讲：我即摆信耶稣啊，我无爱食拜拜物件，用安尼做借口因为伊讲伊足惊迄食迄拜拜物件。伊若无理由，毋知要安怎讲。但是伊即摆真正来教会信耶稣伊讲我信耶稣，我无爱食拜拜物件。因爸母毋敢甲勉强啦所以伊是安尼来教会。毋过因为伊是迄个成大毕业成大的硕士伊真有学问但是伊是初信的因为伊信主差不多2-3年，就选做执事伊选做执事伊就爱拜师会嘛有一届拜师会，伊就读即段的圣经，就是我今仔日即个圣经马可福音第2章1节到12节读到2章第5节的是伊圣经是写讲耶稣看见因的信伊讲伊读讲耶稣看见因的批我想讲奇怪，伊哪会写耶稣看见因的批礼拜煞我就甲问伊讲对即字毋是批吗？有影咧即个中文信嘛是有批的意思啦毋过咱信主的人，咱自然就想讲迄是信心的信毋过伊信主无偌久，伊较会想伊讲耶稣看见因的批啦我就问讲毋过因敢有写批圣经也无写讲因写批伊就讲我咧想因是大声伫迄个厝顶写一张批等互耶稣耶稣看到迄张批了，感觉因真有信心，就讲好，我要医治伊安尼啦。我讲即个人真正是有够够想的想的咱拢想袂到的毋过真正趣味就是真正耶稣看见因的批毋是耶稣看见因的信当然中文嘛会当讲耶稣看见因的批啦因为即个字就有2个意思就对了但是咱伫即个故事内面，咱就看到一项，就是除了即个变碎的伊有信心以外，遐个刚变碎的4个朋友
嘛是真有信心，因相信耶稣会医好伊。所以变碎会当得到医治，伊的罪得到赦免，就是伊甲伊的朋友因的信心所成就的新约。信心非常的重要，有信心就有新约产生吼。主席长老捌甲我讲伊的见证，讲伊即摆开迄娃娃车载小朋友转去嘛，小朋友落去了，伊就要搁继续开，竟然迄头前恁去搞着物件啦，伊搁开，搁后壁恁搁搞着，伊就紧落来看，原来搞着一个小妹妹啦，惊一个，厝里的人嘛看到紧搁送伊迄个小港病院，我相信大家应该拢有听到伊的即个见证，后来医生讲。无啦，拢无伤啦，即查某囡仔好，主席长老毋相信，讲无啦，我真正有甲搞着，你搁甲检查一届，搁检查一届嘛是讲无啦，拢无伤啦，拢好会当转去安尼。我看咱若有信耶稣的人，伫咱的心上拢有新约。即个伊即个见证我有寄互迄个更新周刊啦希望因会当刊出来安尼。所以咱信耶稣的人。都有新约伫咱的心上发产生，亲像即个2章12节记载讲，迄个变碎起来行的时，大家人拢戆影，讲哪有即种代志？伊靠法度起来行，大家拢知影伊是变碎的，靠即种代志发生，从来都毋捌看过即种代志，这就是新约，互大家感觉哇，真正是戆影，真正是因伫遐讲归荣光互上帝，一切荣光拢归伫上帝，所以这个变碎会通得到医治，是因为伊的信心甲顺服。当伊听到耶稣讲：“我吩咐你起来，压你的婆转去。”伊若想讲：“我一个变碎，我倒伫遮，你叫我起来，我就起来嘛。”伊若毋肯听耶稣的话，伊就袂得到医治，因为伊听耶稣的话。伊相信耶稣的话，伊就真正起来，真正会起来行，所以伊就得到医治。而即个马太17章20节，主耶稣讲：“我实在甲恁讲，恁的信心若有挂彩子遐大，对即个山讲，对遮刷去遐，山嘛会刷去，无一项事恁做袂到。”耶稣甲咱讲，信心会产生真大的新约。有一个咧行更数的迄个特技的演员，伊伫迄个马戏团内底，咧行即个更数，前无偌久，咱高雄嘛有一个马戏团，我嘛有去看，嘛有看到一个咧行更数的，空手安尼行更数，真正是真厉害。即个表演员伊对即头行到迄头去，行过了，伊就甲遮个会长讲我即马要爱一个囡仔，佫行倒转去。伊讲恁相信我做会到未？大家拢讲会哦，你做会到，你做会到。伊就讲好，安尼恁什么人要甲恁的囡仔，互我爱过去安尼？结果拢无人敢，无人要互伊爱过。最后，伊就叫伊家己的囡仔来，伊讲来，你来，伊的囡仔就来。伊讲我甲你爱过好无？伊的囡仔讲好，伊就爱伊的囡仔。对即头，佫行迄个更色，行过到迄头，哇！大家拢甲伊拍破。即个囡仔为什么敢互伊的老爸爱过？因为伊相信伊的老爸，伊是一个对伊的老爸有信心的人，所以只有即个囡仔，伊相信伊的老爸。真正的信心就是亲像即个囡仔，将性命交互伊的老爸。咱若对主耶稣有信心。咱就爱将咱的性命交互主耶稣。对主耶稣，伊伫变碎的这个故事，咱来看伊的4个朋友有4项的表现，是咱爱学习的。头一个就是行动，马可2章3节，有4个人跟一个变碎的来见耶稣。有信心，就爱有行动。这4个朋友。因有信心，相信耶稣会当医好伊，就跟这个变碎来互耶稣医治。亚伯拉罕
献以撒的故事啊，咱有讲过。上帝吩咐伊讲：你著爱将你独生囝以撒献做烧祭互我。亚伯拉罕相信上帝讲的拢是对的吼，伊就真正要甲伊的独生囝以撒献互上帝。当然，咱知影上帝有甲伊备办一只羊吼，互伊献祭。但是亚伯拉罕即款的信心，伊就受称作信心之父啦吼，信心之父。现在即要惊咱的信心伫倒位？咱的信心有行动无？咱来去带遐有病痛的人，哦，亲像迄个变衰的共款，也是遐个忧伤艰苦的人，也是拄着困难的人，咱来带因来教会，互耶稣来医治因，互耶稣来解决因的困难，互因得到耶稣基督享受互因的平安喜乐。第二，合作，四个人跟一个变衰的，这就是合作。四个人跟一个变衰的，这就是合作。合作就有真大的成果。如果这四个人其中有一个唔肯合作，伊不爱讲啊，安尼因要讲这个变衰的，就介困难啦吼。教会的事工嘛是爱大家同心合力来做，才有成果。佮爱分工合作，有诗会，有讲道，有带诗歌赞美，有司琴司献，有招待，足侪工作。每一项工作拢爱有人来参与，而且爱经过训练，毋通讲好啊，你要做你就去做，安尼就做袂好。所以教会内面一定爱有即个侍奉者的训练，每一个工作拢爱经过训练，才知影安怎做。第三，方法拆厝顶，将变衰的对落去耶稣的面前。马可2章4节，这四个朋友拄着困难，人真济，甲门拢刻掉了，也无法度入去，无法度跟变衰的去到耶稣面前，拄着困难，因无放弃，因就是爬去厝顶，拆迄个厝顶，变衰的连迄个坡仔拢坠落去到伫耶稣的面前。所以这四个朋友拄着困难，就是想办法，看有啥物办法，连跳厝顶的办法拢想出来，咱一般人袂去想到安尼啦，传福音做主的工，嘛是会拄着困难，咱毋通讲这足困难的，放弃，咱着爱祈祷，祈祷主来帮助咱，一定有方法会通解决。对过去到现在，传福音无简单啦，传福音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过去我细汉的时，阮的牧师带一群会友去迄个街路，就叫因拍锣讲鼓，锵锵锵，咚，我就一群人围来呢，遮简单的，阮牧师就伫遐做见证，就伫遐报道，迄是古早的事。你即马你讲去街路，伫遐拍锣讲鼓，啥物人要插你？无人要插你，所以咱着爱想办法，想一寡新的方法，人会来，像咱最近办这个圣小梅音乐布道会，这个较出名的明星的是过去阮嘛捌请迄洪英红，洪英红音乐布道会，人就会来，是咱看电视内面嘛有啊，咱的这个福音节目，有真济这个大牌的这个牧师，也是遮的报道家，因咧报道。就有真济人会来，所以咱得爱想办法。你看即摆教会有真济教会咧做小组，就是为着传福音，即个幸福小组，就是会通引带人来信耶稣的一个方法。所以咱就是爱想侪新的方法来引带人来信耶稣。第四，交托，将变衰的交互主耶稣，将变衰的交互主耶稣。马可2章5节讲，耶稣看见因的事，就甲变衰的讲：细囝，你的罪赦免了。这四个朋友甲变衰的推落去，将伊交互主耶稣。医治病人的事，毋是咱的事；医治病人的事，是爱交互主耶稣，主耶稣来医治病人。咱传福音引带人来信耶稣嘛是共款。
咱就是负责甲人带来到耶稣的面前。主耶稣伊有权柄，无论这个人有啥物困难，心灵忧伤，还是身体有病痛，主耶稣拢会帮助伊、医治伊，互因得到平安，互因得到喜乐。兄弟姊妹，耶稣医治变碎的故事，就是爱咱效法这四个朋友的信心，因带人来到伫主的面前，互咱的教会人数会当加添，互教会会当得到复兴。伫这个故事中间，有三种人，第一就是变碎的，第二就是伊的四个朋友，第三就是遐其他的会众。伫这三种人，咱会当看见今仔日教会内面嘛有三种的基督徒。第一种的基督徒就是变碎的，第一种的基督徒就是变碎的。变碎的是咧讲遐个，爱人去厝里甲伊请，伊才要来礼拜，你无请伊无来，伊无法度家己来教会。假使即个变碎的，伊若是无道友，也是初信的无话讲啦，伊的信仰也未坚定，也未有信心，你去甲请，伊才会来。但是今日教会内面有真侪遐信主10年、20年的老信徒，嘛变做变碎的。因为有个人伫教会内面有啥物代志，互伊无爽快伊就说张啊啦，张歹来教会啊你着爱去遐请，无你无请伊就毋来安尼啦本来咱的牧师长执会当去帮助遐无道友初信的，毋过教会内面有真侪遮会变碎的牧师着爱去遐请长执嘛爱去遐请所以牧师长执着无时间去关心遐个无道友初信的。所以咱每一个基督徒咱毋通做迄个变碎的，咱爱做健康的基督徒健康的基督徒，这就是第二种的基督徒，健康的基督徒。家己行路来教会，咱看圣经讲，人听见主耶稣伫厝内，就有真侪人聚集。这个人进入厝内是爱亲近主耶稣，因为伫厝内会通亲近主耶稣，会通听耶稣讲道理。所以当因知影耶稣来，因就拢聚集到伫迄个所在。这个人是自动自发家己来的啦今日教会内面有真侪基督徒嘛是安尼因来做礼拜，来参加各种的聚会，因毋免通去甲请，家己就会来。这个人就是健康的基督徒。第三种的基督徒，更变碎的四个朋友，更变碎的四个朋友，更变碎的来耶稣面前，这个四个朋友，就是今仔日教会上界需要的人。因就是欢喜去传福音，去引带人来信耶稣。一个传福音的人，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主耶稣伫世间，伊是呼召12个门徒，后来佫呼召72个门徒，就是爱因去传福音，引带人来信耶稣。马太福音28章19、20，主耶稣讲：恁着去招万民来做门徒，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这是耶稣要上天以前，互咱每一个基督徒的大使命所以这个圣经称作大使命。主耶稣互咱的大使命，就是讲恁爱去招万民来做门徒你也看好清楚，毋是做信徒对我讲，信徒就是来做礼拜尔咱若来做礼拜，咱拢是信徒。但是你着爱去传福音，引带人来信主，才是门徒所以耶稣是甲咱讲，咱爱招万民来做门徒这是主耶稣互咱每一个信徒的大使命门徒就是去传福音，引带人来信耶稣，这才是耶稣的门徒。当然，咱本身嘛是爱先成做门徒爱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才会当引带所有的人来成做门徒。教会若无传福音的门徒，就无有新的人入来。教会若一堆变碎的就愈来愈衰微对不对？所以教会内面，若有一个变碎的若有一个迄个信仰安尼冷淡的无爱来教会，安尼就是要有4个健康的基督徒去甲伊讲来
啊，若是有2个变碎的，啊，就要有8个去甲伊讲来，吼。当然，教会若愈济变碎的，就愈忝嘛，吼。教会就袂忠进，吼，因为教会变碎的伤济，毋若变碎的伤济，就是讲门徒伤少了，吼，肯传福音的人伤少，所以教会就袂成长。兄弟姊妹，你是一个变碎的无？是无？毋是嘛，吼。你若毋是变碎的，你就要家己起来行咯，毋通假做一个变碎的吼，爱人请才要来安尼啦，吼。咱拢爱家己行，家己来礼拜。家己来参加各种的聚会，毋然呢，咱嘛爱去传福音。咱爱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来去传福音，来引带人来教会，来引带人，互耶稣来医治因，互耶稣来解决因的问题，互耶稣赏赐因平安喜乐。那呢，咱的教会才会成长，咱的教会才会复兴。吼，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全能的上主。你的信息甲恩典永远存在。你是永远的上帝，你差遣耶稣基督来世间，互信伊的人对罪恶中得到拯救，得到新的生命，是充满平安喜乐的生命。天父上帝，阮爱学像耶稣基督有疼人的心，关怀人的心。阮爱起来侍奉主，起来传福音，引带人来信耶稣。互阮对信徒会通成做门徒。也要引带每一个人成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求主兴起阮的教会，成做光明的灯塔，照光伫临远地区，引带人来信耶稣，来归向主。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吟回应诗来学了上帝，圣诗474首，圣诗474首，明日只有信靠主，明日只有信靠主，艰难中也信靠主，虽望我的心真浅，信靠主就得恩典，时时刻刻信靠主。日子快过，着靠主。无论啥事在包围，信靠主，着得恩惠。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心真浅，心可
请坐。这是我来报告，请咱摕出咱手中的周报。顶周的聚会，主日礼拜有68人，现金有3535块。主日二参加主日礼拜，拜妇女团契有7个人，拜三祈祷会有16人，拜六双人团契有8人，拜六青少年聚会有8个人。下主日事工的分配，讲道是丁春木牧师，诗会是黄丁秀长老，司琴是柯玉昭长老，当值是李敏秀执事甲曾梦元执事，敬拜是第一组，电子琴是刘安琪同学。主日二是第一组，导播音控是买雪茹甲李崇胜，电脑导影是李玉洁执事，招待是李佩珊甲陈妍如，交通组是刘主义甲谢安南。下周周工的事工分配，拜妇女团契，主日敬拜是杨丽春姊妹，地点伫教会1楼。拜三祈祷会，敬拜是李敏秀执事，司琴是刘安德兄弟，代祷的家庭伫王维君姊妹的家庭。拜四中职探访，家庭是伫蒋素丽姊妹的府上。轮值的探访是黄丁秀长老甲刘主义长老。拜六青少年团契，团契时间破冰是张嘉恩，敬拜是杨仲成。拜六双人团契，主理是刘主义长老，圣诗是241首 A、245。圣经是历代志下33章，第10节到13节。题目是马来西的悔改。本周的金句记载伫马太福音17章20节。台语、华语，咱做伙来读。伊甲因讲，是为着恁的小信。我实在甲恁讲，恁若有信，亲像一粒芥菜籽，恁就要甲即个山讲，对遮徙去遐，也要徙去。搁恁得要无一项的。耶稣对他们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移到那边，它也会移过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我来报告教会消息。今主日礼拜第1点，今主日礼拜后，
要召开主日学的会议，请主日学的老师礼拜后来老婆参加会议。第二点，本会定伫下主日11月初2上午的礼拜中，要来举行第18届中职授职的礼拜。中职当选的名单如下：我称呼来简约。长老有黄志强、黄明勇、黄丁守、柯玉昭、岳东梅、林凤静等6位。执事有麦雅辉、李敏秀、李玉杰、郑梦圆、lịch秀琴、黄静华、王雅玲等7位。请当选的长职用祈祷心来准备参加授职。会后有合照，甲邀请新旧任的长职一同来聚餐。第三点，请各部会甲各团体自行召开会议，研讨明年2022年的年度预定圣讲计划，10月底来完成，以利配合教会整体的事工，并关心代祷。第四点，高雄中会举办手抄圣经使徒行传的兄弟活动收件日是伫10月底，请兄弟尽快来完成抄写，并且来交予当言如干事由中会统一来装订转订啦吼。第五点，本会洪水印兄弟的大汉后生故洪志远兄弟伫10月16日拜四来蒙主温调，以伫即礼拜的拜四10月23日上午10点，伫林园的圆满园会馆来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为遗族来关心代祷。第六点，本会定伫12月初7礼拜日，要来举行洗礼甲圣礼典，接纳小儿洗礼、成人洗礼、更新礼、报名更新礼的，甲成人洗礼的，需要来接受基督基要真理的课程，总共有4节课。即日起开始接受报名，到11月16日来截止。请向黄丁守长老来报名，以便安排上课的时间。第7点，高雄中会传道部定伫11月29日，要伫公山教会来举办中职信徒训练会，时间是上午8点半到12点半。聚会所有办桌聚餐，有要参加的，咱请向黄丁守长老来报名。报名费每人是200块，为教会来支出。报名到11月11日来截止。第8点，下主日的正道讲师是丁春木牧师，圣经是记载伫罗马书第5章第6节到11节，题目是一条爱的旅程。我来报告代祷的事项，特别提名的，咱请照每一天的项目为以下的事情来守望代祷。我来报告奉献，顶周奉献的民事若是有登记错误的，咱请咱找会计李敏秀执事来更正。月定现金有1人，现金有3600块；感恩现金有2人，有4500块；建堂现金有1人，有1000块。奉献的总价拢总有4个人，拢总9100块。请咱起立来吟奉献诗。
请坐。喂，有电了吼，大家大家平安。啊，这个时阵吼，我来介绍一个新朋友啦吼。伊是本来伫迄个咱的高雄市迄个真金教会，伫遐做礼拜吼。即摆可能就是有时常的来伫林门这个所在，所以真金教会牧师透过咱以前的男牧师吼，敲电话讲甲伊关心一下安尼啦吼。伊今仔日有来到咱的教会，来甲咱三甲弟兄来敬拜咱的上帝吼。伊的名是叫做张玉竹姊妹，咱拍拍甲欢迎一下，感谢你好，欢迎你吼。时常来临门伊的户口是伫临门啦吼。伊即摆以后可能就拄伫临门，毋望伊拢来逐礼拜拢咱来教会，来甲咱三甲敬拜咱的上帝吼。佮过来就是迄种礼拜线，咱会当甲即个张姊妹吼，咱甲伊招呼，大家熟悉一下吼。好，来就是有两项代志甲咱报告。头一项就是，咱今日来单向的牧师吼，代表咱教会去到临门教会，伫遮来见证募款。佮有咱的雅慧执事甲建华执事吼，因两个人陪伴牧师。到伫临门教会伫遐来做义卖，吼！愿上帝赐因，互因会怎样一路平安。上帝嘛赐因所做福事，赐福伫因的中间，吼！佮有一项就是，咱后礼拜，咱的中级要来就任，吼！毋望咱遮所有受竞选来做中级的，咱拢会当来后礼拜拢出席哦，吼！来就任，无吼，咱若个。后礼拜都有代志无来，咱若搁要来补就任吼，可能会较麻烦小可啦吼。毋望咱遮所有的长级后礼拜拢一定爱全部出席啦吼。伫遮甲咱做简单的报告，多谢。这是咱来吟上用的圣诗，圣诗511首，圣诗511首。阿乐上帝至权至尊，阿乐上帝至权至尊，造化的主万福原本，天顶圣祭天下万民，永远阿乐白囝圣神。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临时煞咱请林牧师来为咱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快乐，甲恁众人三甲同在。愿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的上帝，看顾恁、赐福恁，对即时直到永恒世代无尽。阿门。